尊敬的巴拉嘎哇扎布主席，值此蒙古国工商会成立65周年之际，我谨代表中国贸促会，并以我个人名义，向您和各位同仁致以诚挚的祝贺。中蒙是传统友好邻邦，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，近年来双边关系强劲发展，务实合作成效显著，多个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。长期以来，贵我两会友好合作，互相支持，共同为中蒙经贸关系提质升级作出积极贡献。值此贵会成立65周年之际，我会愿与贵会继续携手，加强沟通交流，深化务实合作，共同推动中蒙关系迈上新台阶。再次祝贺贵会成立65周年，祝贵会事业蒸蒸日上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幸福。